与人乡金聪子女牡丹小姐，有年定下婚姻，不因亲王家辈，不能挣得到金夫的情。又不见我衣裳褴褛，十分不喜呀。他命我在必不谈判，操堂公诉。这婚姻之事，他从不提起。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已似红，唉，好不烦闷人也。还是公诉去吧。
小姐，请坐。好一位美貌的小